来继续来看，行政院长陈建仁因应着风台，早起是伫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镇电，甲各县市的首长开视讯的会议。陈建仁要求中央甲地方协力做好着风台。陈建仁嘛讲到天赛轮清除的进度，讲目前拢已经无漂浮的货柜了。不过陈建仁话尾一个档，讲到政治的话题常常来变面，因为韩国瑜进前话话，讲要甲贪腐的民进党甲落架甲扶起来，互陈建仁来回呛，讲这个韩国瑜讲话一向拢耸动，就是会鼓动人心，但是唔通为着要增加声量，造谣抹黑。要针对高铁、台铁还有捷运等轨道措施，还有公路行车。还有工地、边坡等，加强这一个安全的维护。要求各部会加强防灾工作。行政院长陈建仁会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希望灾情降到上低。跟大家一起合作，把灾害的损失呢来减到最少。另外，嘛呼吁台湾人莫去山顶、海边啊，或者是溪仔边耍。针对几个高风险的县市，包括花东、高雄、屏东、台南和朋友等等，陈建仁和各地首长伫咧山顶了解上新的状况。领导的客轮自昨日起已经全部停驶，相关民生物资也已经运送完成。就后续的一些打捞的设施，包括这个台风过后相关的打捞、相关的这些损害的赔偿，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准备。根据空拍的记录呢，海面上已经没有漂浮的这个货柜，储油船呢也已经待命当中。讲风台口气拢真温顺，不过访问到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话声要踢掉贪污的民进党，陈建仁随便变。张宏禄批评韩国瑜骂民进党贪腐，行政团队都无作为。韩前市长呢一向讲话呢都有相当的耸动，他为了个人或者是政党的这一个版面博取版面呢当然会讲这样的一个话，不要做不必要的这个抹黑造谣。侯友宜嘛暂时无行选举行程，坐镇申报全面备战。大家对防灾的准备的工作绝对不可以稍有怠慢，在我们的东北角。甚至包括我们的三峡、莺歌、土城这些山区，都要严防戒备。预防大数类带来强风大雨，中央电风陪时飞真安。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